是屏东来的客家子弟肖立应，一位新锐的陶艺家。我是教育学程的，中央大学哲学所毕业，也是当过1年的老师，然后也是怪咖。戏称自己是怪咖，但他的作品却很时尚，又融合了客家文化。不规则的小盘子都成一个圆，竟然是一朵油桐花。客家图样在这一盏灯表露无遗，油桐花点缀脱俗有创意。它是少见客家人自创陶艺品牌的台湾之光。陶艺是他的兴趣，把兴趣当饭吃，还没吃饱，倒是先吃足了苦头。肖立应放弃了铁饭碗，改行做陶艺，2个月只有7、8千块的收入，还得靠朋友接济。几乎是说需要一些朋友上在经济上的一些支持。简单的设计啊，跟简单的复合媒材上面的实用，就是它实用的。现实向他招手，还到工地兼差，一度放弃陶艺，幸好作品得奖，带着20万的奖金前往日本进修。非常不堪回首的过去这样子，在所有的没有资金、没有设备的情况下，用土法炼钢的方式，用很简陋的方式去制作一些东西。老天爷特别喜欢跟他开玩笑。回台湾后，他在屏东老家开业，一天只睡6小时，2个月烧坏600件作品，无奈在南部乏人问津，不向命运低头。每个礼拜他南北奔波，积极参展，争取曝光，证明给自己的父母亲看，说我走这一条也不会输当老师。OTOP 一箱的课。总算拨云见日，还赢得设计奖。客家人处事原则其实它是一个比较隐性低调的族群啊，所以他在对外跟其他族群接洽的时候，说他在处事的精神通常是对外通常是比较圆融，然后对内呢对自己的要求通常是比较严格，就是外圆内方的。这是放生鱼片的盾牌。他的创意被饭店教父严长寿看上，还让日本人惊艳。点火烧陶，这把热情火正燃烧着一股客家生命力。拿起刻刀，画圆梦想，喷墙上釉，再让它发亮。一片片陶土油桐花瓣，拼凑了肖立应的台客蓝，也装点了我的感动时刻。